大家好，我係 VA 小調心桂文希，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下上 VA 堂嘅3種同學，唔知你覺得自己屬於邊一種呢？第一類學霸型，呢種同學係3%嘅稀有品種，經常出沒喺美術室，連lunch嘅時間都唔會放過老師。上堂嗰陣，通常老師都未講晒需要點樣畫嘅時候，佢已經拎起咗張白紙，腦海已經形成咗構圖，唔使半個鐘已經畫咗一幅非常出色嘅作品。冇錯，呢種同學我最想識，亦都係最想識嘅。如果你覺得你係呢種同學嘅話，係㗎啦，啱㗎啦，唔使怕醜啊 ，call 我啦。第二類罷工型，呢類同學一樣都係個罷字。不過係罷工個罷，老師講解完宣佈同學可以開始動筆嗰陣時候，佢個腦同張紙都係空白一片，可能諗緊轉頭譚仔要叫乜嘢餸。人哋已經行完個菠蘿山，佢仲喺度等緊紅綠燈。如果你係呢類同學嘅話，你不妨睇多啲參考嘅作品，欣賞下多啲靚嘅嘢去揾靈感。譬如話就係我啦。第三類超型，冇錯啊，就係超型。呢類嘅同學當然佔咗大多數，佢哋識得享受畫畫嘅樂趣，滿足到自己，亦都滿足到老師。但係講到參考圖，你又知唔知道曾經有個藝術家，佢嘅參考圖唔使睇 Google， 亦都唔使睇彩數，就係現實世界一片片嘅風景呢？喺1872年，法國畫家莫奈喺自己嘅鄉下勒阿弗爾港畫咗一幅影響後世嘅作品《印象日出》。呢一幅作品同當時講究寫實技巧嘅風景畫相當唔同。以前嘅畫家多數都會匿埋喺自己嘅畫室完成嘅作品，但係莫奈就中意同佢班 friend 出去畫畫，務求快速咁樣捕捉到當刻嘅光線、大氣、水波紋嘅動態，一瞬即逝嘅畫面。1874年，莫奈好夠薑咁樣同其他畫家組織咗一個標榜為反傳統藝術嘅展覽。當時好多藝術評價者第一眼睇到佢哋嘅作品，都想笑佢哋。呢啲咩嚟㗎？似鬼畫符㗎！我撩幾下，我都畫咗呢幅畫出嚟啦。哦，唔係，都唔可以稱得上係畫，簡直仲成個展覽都唔知做咩嘅，仲要收錢喎，仲不如捐俾乞衣啊！唔識畫畫就唔好搞展覽啦，想人笑嘅不如開棟篤笑啦！如果想知道更加多莫奈嘅故事嘅話，同埋印象派嘅話咧，即刻去圖書館借呢本書翻嚟睇啦！我就唔劇透更加多啦，唔同大家講啦，我要同女同學去約畫畫啦。知唔知你一陣咩意思啊？唔係約咗我哋先嘅，你約咗我先啊！咩意思啊？